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阮的上帝，你的疼痛，你的恩典，你的丰盛，伫阮的身上显明。阮为了这来感谢主你的祝福。主啊，你的确要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的美好。但愿感谢主，伫过去这一礼拜，你引带阮、保守阮，互阮会通三甲做伙，到伫三峡乡，阮伫遐呢，含正兄弟姊妹。含这个细囝三甲做伙来经历上帝你的疼痛甲救恩。主，阮仰望你，因为你是主，是上帝，你的确要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的美好。佮因为你极大的怜悯甲祝福，要赐恩伫阮的身上。主啊，是阮为着这个细囝祈祷，为着和平顺利回来祈祷来祝福。亲爱的上帝，你要亲自甲和平顺利会的正当工同在，特别也为着因的牧者陈开金团队牧师伫主你的面前来祈祷。上帝啊，来引带这间教会，过去怎样你伫当中来成就一切的美好。我来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来宣告，做这个教会，搁再一届对你领受天顶所来的恩典，就将这个信仰。一代一代传承落去，为了这细囝祈祷，为了所有的这百姓伫主的面前恳求，唯愿你伫这个事上引带照顾，互上帝你家己的欢喜成就伫其中。主，阮特别感谢你，继续引带阮，继续帮助阮。阮为着圣安圣教会开拓，伫主的面前祈祷。主，无论是找回买实的羊。或者是阮伫其中来传扬，来将着上帝你的救恩带到其他新的所在。主你亲自来引带阮，主报明阮应该行的路，互阮的路伫主你的引带内底，进入到平安的家庭，进入到伫上帝你欢喜的所在。耶和华你亲自赏赐恩典。亲自成就一切的美好甲救恩，通互阮伫主你的内面继续向前来行。上帝啊，你怜悯阮；上帝啊，你路用阮，互阮会通伫你家己的竞选甲呼召内面。你既然互阮到伫南区这个所在，主啊，相信你对南区受疼痛、受救恩、受吊命、受你家己的美好命定的旨意，所以阮就向你祈祷。主，互阮更较明白，互阮更较知影，阮侍奉的目的、目标，伊的精准度。主啊，你引带阮，唯愿你成就这救恩伫阮内面，继续看顾，互上帝你欢喜的恩典，继续互你家己的救恩伫南区这个所在来拓开，也为了喜运教会，祝阮三甲做伙。当在伫这个所在开拓的时阵，主啊，引带阮，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主你赏赐阮有产业，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上帝你为阮安排一个适当的所在，互阮伫迄个所在，甲主上帝你的名建立伫迄个土地，主你成就你的救恩，成就你的丰富，成就你的恩典。充满伫迄个所在，愿你成就救恩，愿你的名伫当地受尊重，愿你的名伫我的活命，主，互阮同齐来高举见证你的救恩。感谢上帝的听他。赏赐救恩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今日阮得你徛起伫你的圣殿中。是用你极大的怜悯甲宽容，你无照阮的过犯待阮，乃是用极大的恩典来怜悯阮，来听候阮，来充满阮。主，互阮会通伫这个世代，因着你的疼痛甲怜悯，继续活伫主你的面前。主，阮要离开基督道理的起头，阮乃是按着迄个。对着起头，按着你为阮定定的目标来行，互阮毋是停留伫原地。主，因为你的疼，所以你牵阮行。
所以，阮会通诚做一个宣教的教会，诚做一个开拓的教会。主，互阮进入你呼召阮救赎恩典的命定，互阮会通往前来行，互阮会通伫主你家己的引带内面。主，阮是诚做平安福音的使者，亲像施洗约翰讲，着起来着悔改，着相信福音。主，阮也带着这个福音，阮离开本地本族，阮到伫其他的所在，将着上帝你的救恩分享伫迄个所在，互安乐圣教会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对着小西门里，对着中西区，往着台南市，行到台湾，行往列国，诚做上帝你所托付荣耀的教会。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明传兄来报告。大家平安。消息报告：第，今仔日是年度学青主日，感谢少伟传道甲着同工青年同心侍奉，愿主纪念，并请兄弟继续关心青年事工，互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为主发光，正做祝福。第二，宣导报告。年度这次选举相关资格以总会规定经这次会确认。第一，确实履行总会规定1/10奉献，不包含其他奉献项目。第二，出席主日崇拜以及参加教会小组。或者是教会祈祷会2项，拢达到年度2/3。小组聚会甲祈祷会的出席会当互补。若参加祈祷会的，包括线顶，请向小组长汇报。第三，礼拜5的各小组聚会出席率计算扣除城市这段12届。以上规则对2025年这次选举的时阵确实实施。第三，圣教会总会8月19至8月21举行牧家旅游，廖牧师夫妇甲着圣环传道夫妇将前往参加，敬请为行程守望祈祷。第四，本会将成立圣歌队，对9月中旬礼拜2暗时8点至9点半开始练唱，每首歌拢会提供各声部的引导，因此欢迎有志的做伙来练唱，为主献曲，应神益人。补充报告。谢。祝愿平安。上帝用伊用阳光照明帮助咱的心就拍，往伊就拍开，心开灵就开，心开就想要唱歌，所以即马上帝互咱教会有一个感动，也是互我的一个责任，会当来唱这个经典赞美诗。好，较早唱歌就选做侪。迄个指挥嘛真忝，服务的安尼，定定应来应去。即摆就是讲有即个单位，遮尔疼心来推广台北圣乐推广协会。圣乐推广协会我接受到这了后，我感觉讲，上帝这就是我多年来的感动。但是伊是一个 team， 所以伊就成就这件美好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都毋是孤掌难鸣呐，拢是一个团队这个真好。所以伊这个歌。
伊性只是讲我送你，你来唱。但是咱教会会甲你奉献，如果咱来用伊的物件，我感觉咱爱有一个回馈。所以我去参加这个时，我就感动伊的指挥，伊的所有男生团队，哦，男生弟兄很多呢。迄个团队伫台北落来，啊，伫即个7月份嘛，哈，伫遐反正伊就一直集合很多教会来推广这个。啊，讲你教会若要几本，就拢互你几本。啊，迄天我参加了，我家己摕25本啊。所以毋茫讲，咱等下报名有25位，啊，都唱在，你若来参加，即本就是你的。啊，你咧要伫面顶做啥物记号，你看过拢会使。啊，这参加的条件就是，你若会唱歌、会出声，就拢来参加。因为每一个声部，伊拢会家己做，伊拢伫伊的网站会当去除。啊，你要听第3部就听第3部，你要听第几部，伊拢录甲好溜溜咧。我就毋免去做这件代志呢。你知道每个声部要录音，我得用足侪时间，但是这个协会竟然把那些事情都处理掉了，就是要互咱唱敬拜赞美歌了，这个经典的恩典的这款圣乐的上帝，互咱真深的一个恩典，唔通流失去。好，伊嘛感觉讲，真济教会古早牧师娘28岁来遮，有儿童诗班、妇女诗班、青年诗班，啊，即马拢无满班。好，毋茫阁会当恢复小诗班，但是毋是小诗班，以前阁有小诗班，了后即马毋茫讲会当是教会的圣歌队，啊，报名单伫遐，啊，即本伫遮，啊，报名了后要来看讲是当时咱开始再来公布，安尼好毋好？邀请各位唱歌的拢总做伙来，谢谢。各位兄弟平安。向咱倒面正面的兄弟来讲，咱活地就是要敬拜上帝。咱活着就是要敬拜上帝。阿门。咱活地就是要敬拜上帝，用诗歌，用咱的心来学乐上帝。好，这是咱为咱的这位起立，咱要起来荣耀咱的上帝，荣耀咱的主。哈利路亚。主
俄勒来颂赞咱这宽能的主，伊是大君王，伊是万神的神，伊是万主的主，伊超乎万事之上，伊赏赐予咱新的活命，伊除去咱的罪恶，伊赐喜乐甲平安，甲咱同在。这个时阵，咱开声来感谢来俄勒这位宽能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起来来俄勒你，来颂赞你，求你配得一切荣耀、宽平、颂赞，感谢俄勒，哈利路亚！你是大君王，求你赢过这个世界，你赢过这个黑暗、阴间、死亡的权势。主啊，你救赎我的活命，你予阮的心灵的忧伤会当得到医治，得到恢复。主，你赏赐你的喜乐甲平安，甲阮同在。伫这个黑暗的世界，上帝啊，你就是迄个世界的光。主啊，你照亮阮的内面，予阮得到平安，予阮得到是真实的平安。主，我要感谢你，我要学到你，我要高举上帝的圣名，伫这个世代。哈利路亚！我们起来来荣耀我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起来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我主耶稣，咱同齐荣耀主耶稣，咱同齐荣耀主。你是大君王，赢过黑暗之幕，是天使的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上所有，除去罪恶捆绑，救赎我新的活命。起来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我主耶稣，咱同齐荣耀主耶稣，咱同齐荣耀主。你是大君王，赢过黑暗之幕，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上所有，除去罪恶捆绑，救赎我新的活命。你是大君王，赢过黑暗之幕，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上所有，除去罪恶捆绑，救赎我新的活命。起来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我主耶稣，咱同齐荣耀主耶稣，咱同齐荣耀主。这是咱上大荣耀，俄勒掌声献给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配得一切荣耀，俄勒，哈利路亚。请坐。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阮，让阮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成做上帝你的儿女，享受你的喜乐甲平安。让阮会当伫你的内面得到永壮，得到你的坚固。主，我们来敲找你，我们来卡步你，
恳求你来充满阮每一个人，互阮有主你的圣灵伫阮的内面，阮就有能力，阮就有智慧，阮无过来靠阮家己。阮若大大开嘴，上帝你的灵，你的圣灵就要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互阮会当靠主你来刚强，靠主你来得胜。主，阮一时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充满阮，充满伫阮每一个人活命内面。主，我来追求你的名，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更新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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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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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稳定罪完美。主，我来追求你的名，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更新我，来充满我。耶稣，耶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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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稳定罪完美。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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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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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稳定罪完美。这是咱安静伫主的面前，咱来敲找伊的面，咱来渴慕上帝的同在，恳求上帝，恳求主耶稣基督圣灵来充满伫咱的活命内面，互咱真知影耶稣基督伊的宝血会当来洁净咱。互咱会当成做一个圣洁的器具，互主来使用。咱也要来感谢上帝，伊的恩典成做咱的冠冕，互咱所经过的路径，自拢得到自由，有主甲咱同在，咱就会当凡事一切拢会当亨通，一切拢会当顺遂。我来追求你的名，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更新我，来充满我。
你无悔世情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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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阮天做我完美，你阮天做我完美。感谢主耶稣基督对阮的疼，救赎阮的活命，互阮会当离开一切罪恶，进到上帝你的殿宇内面，进到上帝你光明的国度。主，这是你白白恩典赏赐互阮。主啊，阮要来到你的面前讲，你所救赎阮的。主啊，阮也要将这个福分，无论伫倒位，阮的诚做光，会当互世间人看见，引带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明白耶稣基督，活命会当得到荣光。主，阮即时要来到你的面前，咱请兄弟起立，咱请做上帝的光，咱要照亮伫这个四周围。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耶稣基督对世间人讲，阮对伊的都无伫黑暗当中，你要得到活命的光。等到天白头土大树正做高，唔通想做大人正少人。你写的书，你着忠心尽本分当当。无论你何处着发光，无论你何处着发光，无论你何处着发光。会路会路晴天后，你去带伊归回。无论你何处着发光，当会超度一切阻碍和罪人会好，当会指明活命的道路。真光带领咱后的人进入稳定梦。无论你何处着发光，无论你何处着发光，无论你何处着发光。迷路的人请听候，你去带伊归回。无论你何处着发光，你爱讲的一切在你拢为主发光。主要用你就阿苏好，这同胞离开主路，漂流真正好。无论你何处着发光，无论你何处着发光，无论你何处着发光。迷路的人请听候，你去带伊归回。无论你何处着发光，无论你何处着发光，无论你何处着发光。迷路的人请听候，你去带伊归回。无论你何处着发光，无论你何处着发光，无论你何处着发光。迷路的人请听候，你去带伊归回。无论你何处着发光。主，阮伫你的面前要来宣告，主啊，阮无论伫倒位，拢要为主来发光。主啊，互这人会当看到这个光，就看到耶稣。主啊，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会当明白主耶稣基督，因为上帝咧赏赐互阮救恩，赏赐互阮这个福气，这个喜乐，这个恩万甲平安。主，阮要来到你的面前，这是咱为着这个世代
进入7月份，咱需要搁较济为着这个土地来祈祷，这个百姓来祈祷，咱爱诚做光，咱就发出光，互这个光照亮到这这人的身上，这是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咱为着咱的城市、这个土地来祈祷，也互咱真正会当看见这个光，互这个伫马室内面的失丧的灵魂，拢会当来看到这个光，互人归向上帝，这是咱开声来祈祷。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诚做上帝你所使用的器具。主啊，无论阮伫倒位，拢要为主来发光。主啊，你就是光，你引带带领阮。主啊，无论去到倒位，上帝你的圣灵大能的同在，要互济人来看到这个光。主啊，这个光是真光。主啊，会当互人伫罪恶中悔改，会当互人伫这个软弱当中变刚强。主啊，目睭要拍开，耳孔要听见，心内要明白过来。哦，主啊，因所拜的是假事是偶像。哦，主啊，这是袂当互人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上帝啊，你就是会当除去一切罪恶。主啊，你赢过这个死亡的权势。主，你要将这个光照亮伫这个土地面顶的百姓，拢会当来看到这个光。主啊，这是你的能力，这是你圣灵大能的同在。主，这是你的主权。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倚靠你，来敲找你。主啊，恳求你怜悯施恩，伫这个土地面顶所有的百姓，伫这个7月份，无搁来迷失家己。主啊，因要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来看见这个光。哈利路亚！无论伫何处，所有上帝众百姓，拢要起来发光，拢要互济人来得到这个光，得到这个救赎的画面，互上帝你来得到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无论伫何处爱发光，无论伫何处要发光，无论伫何处要发光，迷路的人请听，互你去带伊归回。无论伫何处要发光，无论伫何处要发光，无论伫何处要发光，迷路的人请听，互你去带伊归回。无论伫何处要发光。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心仰望你，因为阮知影你是阮活命的光。阮就来求近你，阮的活命就得到上帝你的光来照光阮的活命，互阮的心亲近你，阮的心超找你，阮就看到伫阮头前光明的路途。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阮仰望搁较济，看见上帝你的光。照光阮的活命，互阮的活命会当去照光别人。主啊，亲像你对这个世代所讲的，你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所有跟对你的人，就永远无行伫黑暗之中。所以，阮来到你的面前，阮仰望跟对你，互阮的活命会当受你照光，嘛会当伫这个世界来发光。嘛会当伫即个世界当中去引带人来看到耶稣基督是即个世界的真光。阮的活命特别当心来超找你，当心来跟对你。主啊，求你亲自引带带领，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安乐圣教会当中，互安乐圣教会倒伫即个社区，倒伫即个城市，成做照光人的教会。互即个教会会当引带人行出黑暗，进入光明，进入上帝你为阮所备办荣光的国度。我感谢你，将荣光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心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
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听这，请坐。这是咱要来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3篇，启应文第33篇。我来客兄弟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我要五山野目，我的班赞对创造天地耶和华而来，伊必无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以色列的，也无拄久，也无困去。保护你的是耶和华。日时日头必无伤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阿门。下面进到咱请少伟传道。兄弟姊妹平安，请咱同齐来掀开周报第4面。若是咱有早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约书亚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2章23节开始，一直到第3章的第5节。约书亚记第2章23节，显着请咱着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请。两个人上山回来，过了河，到伦的囝约书亚兄弟，向伊述说所做有的一切事。伊阁对约书亚讲。耶和华果然将迄个地全地交阮手中，迄个一切居民伫咱的面前，心拢消化了。约书亚清早起来，甲以色列众人拢离开实亭，来到约旦河，就蹛伫遐，听候过河。过了3天，官长行遍营中，吩咐百姓讲。恁看见耶和华恁上帝约柜，佮看见祭司利未人讲呢，就爱离开所住的所在，对着约柜去。只是恁甲约柜相离爱2000丈，毋通甲约柜相近，互恁知影所着行的路，因为这条路恁向来无有行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讲：恁着爱自洁，因为明仔耶和华要伫恁中间行奇事。阿门。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请通阮的主上帝，嘛是因带阮活命的主上帝，阮来到你面前仰望你，因为阮知影每一届当阮伫主日崇拜当中。敬拜阿乐你的时阵，阮的心就独独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超出上帝你来引带，就是要跟对上帝你的带领。主啊，求你引带阮，就亲像伫古早时，你怎样引带约书亚、引带以色列人同款，互阮的活命就对着上帝你的引带，阮的活命就要看见上帝。你伫阮当中行奇妙的心事，阮感谢你，愿将阳光归予你，愿你亲自透过你的话语来指明阮的道路。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咱要来看约书亚记刷落来的经文。伫顶个月的讲道当中，我的讲道当中，伫当中我嘛开始分享，伫当约书亚、当摩西离开了后，轮到约书亚
要开始来带领以色列人，要来进入到因的应允的地。这个应允的地是上帝所赏赐予以色列人的，但是毋是直接予因的。上帝要赏赐予以色列人，但是已经伫埃及准备400年，搁伫旷野当中准备40年，后来因会当入来到这个土地。这是上帝为因所备办的土地，所以因来到这个应允的时刻，是一个真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因已经过了这个约旦河，因就会当看到，因就会当踏到这个土地，是古早因的祖先毋捌行过的路。所以这嘛是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主题，咱毋捌行过的路，咱毋捌行过的路。伫经文当中，第3章第1节开始，约书亚就甲人伫当中就来做一件代志。伊清早就起来，伊就甲以色列众人离开实亭，来到伫约旦河，要住伫遐，要听候来过河。这个土地已经是伊准备要进入的土地，但是呢，伫伊要进入进前，阁有一条河伫当中阻挡伫遐，因必须要去行过这个约旦河，因才会当进入到伫这个应允的土地。咱若是已经看过圣经故事的人，咱拢知影，其实因若行入去到约旦河当中，河水就会分开。但是伫这个时阵，因还阁啥物拢毋知影，因敢若想着讲，因要怎样来军队上帝引带。但是上帝是怎样引带呢？伫顶个月的讲道当中，咱分享，其实上帝伫这个时阵对约书亚敢若有一个吩咐，啥物吩咐呢？就是你着刚强壮大，你着刚强壮大。除了这个刚强壮大以外，其实上帝上帝对约书亚无有其他的吩咐，你着刚强壮大去做逐项你所想要做的，你所应该爱做的代志，安尼尔。所以伫这当中，约书亚伊来到伫遮，伊必须要照着伊家己的判断来决定讲以色列人要怎样来行。所以到伫遮，伊做了什么款的行动呢？咱爱思考一件代志，就是亲像顶个月讲道当中所讲的，约书亚要行入到，要带以色列人进入到伫迦南地的时阵，当因向前行一步的时阵，因过去每一天拢有玛纳会当食，因的衫、因的鞋仔拢穿袂破的，这个生活就无搁再出现啦。因若是搁往向前踏一步，伊所有过去所经历这个奇妙的新历技术，都拢无去啊！安尼，伊搁想要往前来行吗？若是伊搁想要往前来行，安尼代表讲，伊对上帝的信心实在是真大，因为伊相信上帝未来所要为因备办的是比以前、比古早更较大的新历技术。所以，伫这个关键的时刻，约书亚采取了什么款的行动呢？伫这当中，第1章后壁的时阵，就甲人讲，约书亚其实就开始吩咐所有的这些百姓讲，恁就爱开始准备恁的粮食，因为因为3天过后就要开始过河，3天过后就要开始过河，所以恁爱开始准备粮食，有到3天，3天过后，咱就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伊相信，既然这是上帝所带领的道路，咱就凭信心来跟对伊。虽然咱唔知影伫头前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因为这条路咱向来唔捌行过，但是咱已经准备好要向前来迈进啦。这就是约书亚伊的回答。所以伫这当中，约书亚就有备了3项代志，是3项代志，咱就来一同来行这条信心的道路。第一，约书亚差派2个人，去到伫迦南地，到伫耶利哥，伫当中要来探听迄个地
即卖的状况是啥物？这是约书亚所做的第一个代志，就是派2个人去探听。其实派两个人去探听的即个代志，伫以前嘛捌发生过，就是约书亚伊家己伊嘛亲身参与伫其中，就是过去当摩西伫民数记当中，伊嘛差派12个人去到伫迦南地要来探听迄个地的状况。后来呢，因就转来，但是因转来呢，甲即摆约书亚2个人转来，其实发生的代志是无共款的。若是咱会当发现一件代志，约书亚所派的2个人转来呢，伊对约书亚讲啥物？讲耶和华果然将迄个全地全部拢交伫咱的手中。迄个地一切居民伫咱的面前，心拢消化。这是约书亚所派的2个人转来回报是安尼。但是咱看摩西所派的12个人转来的时阵，有10个人伫当中讲讲咱要去倒位呢？咱的兄弟，互咱的心消化。什么人的心消化？毋是迦南人，是以色列人。所以伫当中，咱做一个比较，咱就会发现讲，摩西所派甲约书亚所派，其实摩西派12个人，但是伊所派的方式是大概支派选1个人。后来呢，因就40天以后，因就带一寡葡萄倒转来。但是虽然伊带葡萄倒转来，但是伊讲迄个地虽然足水，但是遐个人拢足歹，遐个人咱无法度赢过因就对啊。后来呢，因就伫当中以色列民的心就消化。但是约书亚伊所派，伊敢若派2个人，伊派2个人，毋是就毋是亲像摩西大概支派拢选1个。伊是圣经当中甲咱讲，伊是伫无互人知影的时阵，伊就差派2个人出去，无互其他的人知影。圣经甲咱讲，因暗暗打发出去，伊无互其他的人知影。后来呢，因就稳重伫迄个拉合因兜3天了后，因搁倒转来。倒转来的时阵，伊就来回报即个好消息。回报好消息，就是讲迦南人的心消化。伫这当中有啥物款无共款的呢？其实咱会当发现，约书亚咧派人甲摩西咧派人无共款。伊派2个人，因为伊知影，伊若是搁派12个人就一定爱大家支派选1个人。若是大家支派选1个人就亲像咱即摆的民意代表共款啦。就是即个选区选出来即个人就是代表即个选区百姓的意见。所以呢，伊就会当，伊若是讲咱即个支派无要去啦，安尼所有这12个支派就即个支派无要去，迄个支派无要去，后来就全部拢无要去。所以约书亚无要互即件代志发生，伊就伫暗中，伊就差派2个人，无互其他的人知影，因为伊知影，若是照过去摩西的方法，安尼无法度达到迄个效果。所以伊就伫暗中差派2个人，即个2个人就是照约书亚的命令去做的。伊毋是讲伊要代表因的支派，要提供啥物款的意见。伊是干那照约书亚的命令去做，去看迄个地即马是生做啥物款的情形。后来因搁倒转来，所以伫即个改变，约书亚去差派人的即个改变。其实就会当看出约书亚伫当中有学到什么款的功课呢？其实这个讨论毋是咧讲摩西所做的毋对，伫遮所要讲的是约书亚伫过去的教训当中，伊学到一个经验，就是为着无搁再互即个伊所派去的人倒转来回报什么款的消息来阻挡伊的骹步，所以伊改变了即个差派的方式。这个意思是讲，上帝无离开伊的应允。
伫洗了40年以后，当顶摆的派遮的12个人过了40年以后，上帝搁一摆，互约书亚看见伊的应允犹原一定会成就。上帝应允犹原一定会成就。等了40年以后，这个应允也无改变。这是上帝伫当中要互约书亚看到的一个记号，一个证据，讲上帝犹原要将这个地交伫以色列人的手中。所以伫当中，咱就会当看见上帝的应允是无改变。上帝的应允对过去400年前，也是40年前，一直到今仔日无改变。当咱看到约书亚伊徛伫即个时阵的，徛伫约旦河进前的时阵，其实伊的心内面，伊40年前伊已经看过即个土地生做啥物，但是40年以后，伊毋知影，伊就干那会当派人去看。伊看到派人去看，看到的，甲伊40年前所看到的是共款的，所以伊就知影上帝犹原要引带因、带领因，入来到伫即个土地当中。伫这，咱就爱学习一个代志，面对即个毋捌行过的路，咱爱学习将咱过去的教训，转变做咱往前的动力，转变做咱往前行的动力。今仔日是学青主日，第二堂，伫第二堂是学青主日，所以呢，伫第二堂其实会有一个咱学青的一个同工，会伫当中来分享见证。但是伫即堂无即个见证，但是我分享另外一个见证，就是我即摆去到伫亚洲大学去参加即个圣教会青年大会的时阵，伫当中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伊伫当中分享一个见证。即个传道人伊分享的见证，伊讲其实伊伫过去，伊差不多大学的时阵，伊就差不多做学生，差不多大学的时阵，伊就安那，伊就已经决志讲，伊要献心，成做一个传道人。但是虽然伊已经决志献心啊，但是安那，但是伊伫迄个时阵，伊敢若有即个决定尔，伊敢若领受到即个呼召。但是伊领受到即个呼召，伊还阁毋知影要安怎做，伊还阁毋知影要安怎做，所以伊就一直嘛是咧读册，一直咧做伊原本伊读册的时阵所学的代志。所以呢，当伊大学毕业了后，伊嘛开始安那，伊嘛开始去找头路，嘛开始去讲哦，我想要伫未来用我伫大学当中所学的啥物物件，我会当来伫工作当中会当来做啥物。伊就开始咧做，但是呐，无论伊往啥物方向来行，伊拢行袂久。迄个头路永远就安那，永远就做袂久就对啊。后来当伊一直换即个工作的时阵，伊才发现讲，哦，原来伊过去捌有做一个决定，就是伊要献身成做一个传道人。所以伊然后当伊开始去读神学院的时阵，安那已经离迄个伊决志献心的时阵，已经过了10冬的时间，已经过了10冬的时间。所以当即个10年的时间，其实上帝伊迄个传道人可能已经袂记得，伊起初伊已经决志献心要成做传道人，但是上帝永远无袂记得。当伊对上帝做出即个决定，做出即个回应，甲上帝立即个约的时阵，一直到伊献心的时阵，上帝一直拢无袂记即即个约定。上帝一直拢想要甲伊带倒转来，一直拢想要甲伊带到即个要成做传道人的道路当中。对即个见证当中，咱会当看到上帝对伊的约。上帝对伊的应允是永远袂记得，上帝永远会照着伊的方式，要甲人带倒转来，到伫伊的道路当中。所以，咱嘛会当伫咱的活命当中来经历上帝奇妙的引带。伫德国的
即个哲学家黑格尔，伊捌讲过即句话。伊讲人类对历史当中学到唯一的教训，就是安那，就是人类永远无有对历史当中学到什么款的教训。这意思就是讲，人类一直拢咧安那，拢咧犯同样的错啦，一直拢咧做一寡甲以前同款的代志，拢是毋对的代志。但是咱若这是照着人的想法来想的，但是即马伫咱活命当中，咱有上帝的带领，咱有上帝引带，就算讲伫咱过去的活命当中，捌有犯过什么款的错，但是伫未来，咱会当靠着上帝的能力，靠着上帝的引带来行过。咱的人生嘛是共款，伫未来可能会面对甲以前共款的挑战，但是每一届面对挑战的时阵，拢是咧行一条全新的路，并且伫即个过程当中，咱的活命改变了、成长了，并且咱会当赢过这所有的挑战。这是上帝美好的应允。军队上帝的道路，就是即条毋捌行过的路。每一个人所行的军队上帝的道路，拢是无共款的，拢是咱毋捌行过的路。对即摆的咱来讲，可能会感觉讲，哦，这件代志咱已经做过啊，以前就做过啊，咱无路用的啦。啊，咱用安尼做吼，无路用无效啦。也是讲啊，反正吼，即个代志结局就注定就是安尼。那我无想要搁努力啊。这是伫人的想法来看，但是当咱愿意顺服上帝的心意，去做出一寡的新的突破、新的这尝试，去想讲我会当搁安怎做，是甲以前无共款的，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的，咱就会经历另外一个以前咱无经历过的新力。愿上帝引带咱、带领咱。今仔日学青主日伫当中，嘛特别伫当中，其实有一个要祝福所有伫当中，伫今年毕业的学生。啊，但是虽然伫即堂当中无即个听书，但是呢，我嘛要鼓励每一个，若是伫咱活命当中，伫即时，可能咱呾进入到伫一个新的环境。咱呾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阶段的兄弟姊妹，我要伫当中甲各位来鼓励，毋通互过去的经验限制了你对上帝的信心，毋通互过去的经验限制了你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上帝会当使用你过去的经验来成就你伫未来所经历一切奇妙新的开端。咱过去的经历，拢是上帝咧预备这条路。当咱转来到伫上帝这条路的时阵，咱就会经历上帝伫咱活命当中为咱所拍开的道路。第二个，约书亚伫当中要吩咐爱以色列人爱做的代志。第一个就是派2个人去探听。第二个呢，伊就讲安那，第3章到第3节到第4节当中讲，恁看到耶和华恁上帝约柜，佮看到祭司利未人讲的，恁就爱离开所住的所在，对着约柜来行。哦，对着约柜来行，其实安那，其实是因过去40年拢一直咧做的代志。这毋是啥物款新的代志，但是安那，但是对着约柜来行无稀奇，稀奇的是啥物呢？约书亚即马讲。只是安那，恁甲约柜着爱3里，着爱安那，爱离开2000丈。2000丈是偌远呢？2000丈就差不多1公里啦。1公里，咱若想看卖吼，约柜就生做安那，生做，咱就想做一台车好啊。咱若有一台车吼，停伫1公里远，咱看即个车会看偌大？敢若亲像日头啊遐尼大尔。其实当离约柜离开1公里的时阵，因要看即个约柜是安那，爱足
认真足斟酌来看，才看会到这个约柜。所以离开2000丈，离开1公里，其实就是要爱护安那，爱护以色列人讲安那，恁爱真正知影，恁即马所行的道路，恁爱足专心，足专心，才会当来行。爱专心安那，专心咧敲找上帝即马咧带咱行什么款的路。这就亲像伫顶2礼拜，乡啊牧师传道娘伫当中嘛分享，伊倒来到伫台湾的时阵，伊带伊的查某囝倒来到伫台湾的时阵，伊住伫日本的时阵吼，因所住的房间拢安那，因拢讲因拢没有死角嘛，所以安那说无论伫啥物款所在，其实因查某囝拢看会到，但是安那倒来到伫台湾，因所住的房间吼，有真侪房间，所以可能伊伫迄间啊，因查某囝伫迄间。当因查某囝无看到妈妈的时阵，就会开始安那，就会开始喊妈妈，你伫倒位？其实这就是约书亚即马所咧讲的状况。若是咱看袂到上帝，若是咱看袂到约柜的时阵，咱就会去找讲上帝伫倒位，约柜伫倒位，咱就会开始要去敲找上帝。若是约柜一直拢踮伫咱的身边，咱的心就安那。就一直有即个安全感，但是安那，就会变做是一个舒适圈呐。就是讲哦，反正约柜一直拢伫咧，阮就看约柜行，阮才开始行就好啊。但是即马呢，即马毋是安尼，甲约柜爱离1公里远，1公里远的时阵，就一定爱真专心来看，较袂对无着方向。所以约书亚就是用即个方式，要互以色列人伫当中看到。原来上帝的带领是安尼，我用这个比喻来讲，这个人吼是安那，是伫这届的芭蕾奥运当中上出名的这个射击选手啦。古早吼老师吼也是教练吼，拢咧教学生讲安那，你着一定爱拼第1名，因为安那无人会记住第2名是啥物人啊。但是安那，即摆呢，所有的人拢知影第2名是啥物人，但是无人知影第1名是啥物人啊。因为安那，因为伊即个正平即个人嘿，是土耳其的即个射击的即个选手。伊为虾米伫即个奥运当中伊安那撑起来？因为安那，因为伊伫比赛的时阵，咱若看到，倒边即个人吼，哦，伊身躯吼，伊戴足侪装备呢，伊搁戴即个耳罩啊搁戴即个目镜，就安那帮助伊会当专心会当瞄准。但是安那，但是即个土耳其即个选手吼，伊完全啥物拢无准备，伊就干那挂一支目镜，啊，就提枪，啊，就开始啊，就砰砰安尼，啊，就第2名安尼，吼，所以就互人感觉哦，即个人吼真正足厉害呢，啊，就开始就伫网络顶面吼，就有真侪啥物款的造神啊，就开始去讲哦，即个人吼，伊可能吼原本吼伊的职业吼，可能是安那，可能是杀手啦，可能吼伊原本就是咧提枪的啦，所以安那就开始讲，佫有人讲啥物，伊原本吼伊为虾米伊啥物装备拢无，因为安那，因为伊是敢若来芭蕾吼，是要来旅游的啦，伊毋是要来比赛的啦，伊就是碰巧吼拄着比赛啦，但是迄拢是人去，迄拢是网络的人去讲的，但是实际上毋是安尼，其实。我要讲这个代志是讲安那，是讲其实伫咱的活命当中，咱可能嘛无需要真正安那，我去伤侪装备来感觉讲，哦，上帝甲咱同在，就亲像讲哦，我一定爱甲圣经吼都炸伫身边炸掉，我才会感觉讲上帝甲我同在，其实无一定。无一定讲哦，我一定爱挂一支十字架伫遮，我才会感觉讲上帝甲我同在，无一定。咱无一定真正需要讲有伤侪装备，但是咱嘛无卖伤轻松，感觉讲哦，我啥物代志拢毋免做，上帝就会甲我同在。咱所爱做的代志是啥物呢？军队上帝的道路，咱上需要的装备就是信心。咱若是有即个信心，其他任何的装备拢是咧安那，拢是咧加强咱的信心。
拢是咧当咱信心无够的时阵，咱较需要其他的装备来帮助咱讲，对，上帝帮助我，上帝甲我同在。所以咱若有够野的信心来跟对上帝这条道路，安尼咱就会当勇敢踏伫这条咱毋捌行过的路。约书亚伫当中吩咐以色列人，甲约柜离开爱1公里，其实就是爱操练因的信心，爱操练讲，恁行这条路，恁确实知影，恁所行这条路是正确的吗？你确实知影，恁所行这条路是真正上帝为恁所备办的道路吗？以前捌发生一件代志，伫约书亚因进前捌发生一件代志，就是甲因过约旦河进前其实是同款的。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来到伫红海边仔的时阵，伊就看到哦，头前拢是大海。但是后壁呢，是埃及人法老王伫当中派军队要来追杀因，所以因就伫当中做惊吓。这个时阵，摩西伫当中就举起伊的竿仔来，就互这个红海就分开啊。这是约书亚因进前捌行过的道路，所以因伫这个时阵因捌知，伊知影，这个时阵敢若会当挖靠的，就是对上帝的信心。敢若会当挖靠的，就是对上帝的信心。我捌听过一个牧师伫当中，伫咧分享即个摩西过红海的故事吼。其实伊分享即个，我感觉真有意思。伊讲安那，伊讲若是如果，即摆是一个假设吼，若是吼，当摩西带以色列人来到伫红海边仔的时阵，若是伫迄个时阵，红海出现安那？出现一只船，安尼摩西会做啥物款的决定？咱会当想看觅，若是因来到伫红海边仔的时阵，出现一只船，安尼摩西会做啥物款的决定？可能有一寡人就想讲，哦，安尼吼，就代表安那上帝派船要来救咱呐。但是安那船会当抵60万人吗？无可能嘛。安尼伊就爱安那。伊就开始爱敬啊，爱敬吼哦，啥物人吼是特别上帝特别爱救的啦，就开始讲哦，这个廖牧师吼，廖牧师真是咱的领袖，一定爱救的，所以廖牧师第一个上传的。啊，后来叫有啥物款人呢？哦，像苏英姐吼，苏英姐每一工吼都为咱铺这个晨祷的，伊上重要的，一定爱上传嘿。啊，就开始讲啥物人一定爱上传，但是安那，但是。总是会有救袂到的人，对无？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其实伫当中，若是伫当中有一只船来，可能安那，就开始有一寡人会想讲啊，安尼上帝敢是无要救咱全部的人？上帝敢是干那会救这个船的人？就亲像那迄个时阵的方舟共款。就是干那要救迄阵的人，但是安那，但是上帝所要救的是全部的以色列人。上帝所要救的是全部的以色列人。所以迄个牧师伫当中分享这个故事的时阵，伊讲，若是摩西伫遐，若是摩西有够野的信心，伊无要互人坐船，伊犹原共款伫当中要举起伊的竿仔，要来祈祷，互红海分开，因为上帝无要互因坐船。所以伫这当中，我要讲的代志就是，咱要怎样会当认出上帝要怎样引带咱行什么款的路？咱爱怎样认出这条路？这是真重要的。军队这个毋捌行过的路，咱是爱凭信心来行往上帝为咱所拍开的道路。上帝为咱所拍开的道路，为什么讲这是上帝为咱拍开的道路呢？因为安那，因为约柜行伫头前，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就代表约柜伫头前为咱开路。但是咱行伫1公里远，咱要看到这个约柜，
咱着爱安那，一定爱认出讲哦，迄个点，迄个绿豆啊，遐尼大个点，就是约柜，咱爱行伫其中。这是真需要安那，真需要信心的，这是真需要信心的。约柜行伫头前，但是咱若是无认出上帝为咱所拍开的迄条路，安尼咱就会行毋着方向。所以认出这条路听起来真简单，但是如果咱平常时无有咧亲近上帝，无有咧敲找上帝的心意，咱怎样会当认出上帝为咱所拍开的迄条路呢？所以伫遮，我嘛要来鼓励，若是咱呾开始伫一个新的环境，呾开始伫一个新的阶段的兄弟姊妹，咱爱知影，面对咱毋知影的环境，一开始可能会足紧张，无安全感。但是这正是咱会当好好啊来亲近上帝，敲找上帝心意的好机会，互咱会当认出，并且会当对着上帝道路来行。第三个部分，约书亚伫当中，就爱吩咐以色列人讲：恁第三项爱做的代志，就是恁得爱自洁，恁得爱自洁，你得爱家己清气家己，因为明仔载耶和华要伫恁当中行奇事。自洁是啥物款的意思呢？自洁其实咱若是对出埃及记当中，咱会当看到自洁的意思，就是当一个祭司伊准备朝见上帝、听候上帝因显现的时阵，所要做的行动，这叫做自洁。所以自洁是伫律法当中，照着律法的规定来讲，其实自洁是干那安那，干那祭司爱做尔。其实毋是全部以色列人拢爱做哦。出埃及记迄个时阵，出埃及记第19章，捌有一摆，所有以色列人拢自洁，但是迄个时阵就是上帝要因显现。但是后来当律法规定了后，上帝无搁再对所有的人显现，就干那安那，干那祭司会当进入到伫至圣所内面的时阵，因爱自洁，因为安那，因为因要朝见上帝。所以其实若是照着律法的规定，这是干那祭司利未人爱做就好啊，毋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拢爱做的。所以咱得爱想看觅，约书亚爱因安尼做，有啥物款特别的意思呢？自洁是啥物意思？自洁就是所有的人拢爱先洗身躯洗好，啊，所有的人拢爱先穿白衫，就是拢全身吼拢是安那，拢是洁白的，拢是白衫，啊，着爱安尼较叫做自洁。但是咱若想看觅，咱若全部拢洗身躯洗好啊，全身吼拢香喷喷，啊，搁穿迄个白衫吼。后来约书亚讲，安尼刷落来，恁爱去安那，爱去行约旦河。安尼恁会想啥物？哦，我穿遮水，你叫我去行约旦河。我穿遮水，你叫我去行迄个落瓜梅的土地，安尼其实对可能对祭司、对利未人来讲，哦，这是真平常的代志。但是即马约书亚讲的这5个字，你们要自洁，恁得爱自洁。这5个字其实安那代表讲60万人，几十万人拢爱自洁。这毋是干那祭司利未人爱做的尔，安尼其实用即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但是约书亚为虾米爱因安尼做？约书亚为虾米爱因安尼做？因为约书亚爱所有的以色列人知影，上帝带领毋是干那带领祭司利未人。上帝的带领毋是干那伫约柜迄个所在尔，上帝的带领是伫所有的全部以色列人，咱所有的人拢爱一同经历上帝的引带，咱所有的人拢爱一同经历，当咱自洁的时阵，上帝会伫咱的活命当中，上帝会伫咱当中行奇妙的神事。
我搁用一个举例来讲，伫顶礼拜，我毋知有偌济人吼有看即个影片，就是即个戏剧，就是顶礼拜吼伫赖顶面嘛有分享讲哦，有就是伫美国有一个剧团，伊有即个台北即个戏剧的即个演出，啊伫当中有免费的收看，啊伫当中呢，我嘛伫当中来看即个看即个戏剧，其中有一幕就是讲到台北伊伫咧刀劈即个扫罗王咧追杀的时阵，伊就拄着真济甲伊做伙的同伴，甲伊做伙的同伴就是安那，就是遮个人啦。即个人就是台北啊，遮个人就是甲伊做伙的同伴。后来伫圣经当中讲安那，遮个人就是伊台北身边的勇士，台北身边的勇士，伊就是对台北开始去征战四方，啊，就开始去安那。后来搁做台北伊的将军的遮个人，但是呢，原本呢，伫戏剧当中就演出讲，当台北甲遮个人熟识的时阵是安那，台北一个人咧即个逃亡的时阵，伊就去向上帝来求讲安那，求上帝啊，我一个人真孤单，求你互我一寡的同伴，互我会当甲因做伙。但是呢，当伊祈祷了后呢，出现遮个同伴呢，拢是安那？其实伊毋是一开始就是勇士哦，遮个人拢是安那？一开始拢是遮个做贼的啦，拢是啥物款盗贼啦，拢是遮用即摆话来讲叫做八加九啦，嘿，就是讲吼，遮个人吼拢是咧原本拢是遮个不良少年的对啦。啊，台北看到遮个人，祈祷了，伊就看到遮个人，伊就来去向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敢真正是安尼？你真正是要互你真正是要叫遮个人来军队我吗？其实台北伊心内面嘛是真惊吓，嘛是真感觉讲，我真正这是上帝派来的吗？但是台北伊的选择，伊无有放弃遮个人，伊颠倒是安那批判因、教导因，啊，就带领因，互因对贼仔变做是大能的勇士。互因原本所受的训练，拢是安那，拢是去抢人的物件，去偷摕人的物件。但是安那后来因会当变成大能的勇士，会当去带领军队来征战。咱爱想到一件代志，若是无有这个勇士，台北会当做王吗？其实会，有缘嘛是会当，因为上帝已经选择伊啊，已经撒母耳已经高抹伊啊，所以伊一定会成做一个王，因为这是上帝对伊的选调。但是，虽然台北一定会成做这个王，但是遮个人、遮军队伊的人，无一定会成做大能的勇士，是爱台北伫当中引带因、带领因，互因活命会当改变，因较会当变做。会当带领军队大能的勇士，所以伫这当中，甲咱讲一件代志。其实约书亚咧做的代志，甲台北咧做的代志是共款的。约书亚无要互对上帝奇妙神力这个经历，敢若伫伊的身上，敢若伫祭司利未人的身上。约书亚要互对上帝奇妙神力的经历是爱经历，所有以色列人拢做伙来经历的。所以，若是伫这当中，咱会当看到，若是无这个勇士，台北会当做王吗？会使。但是台北改变了因嘛愿意军队的时阵，因就甲台北做伙一同经历得胜得荣耀。约书亚的目的也是安尼，爱互所有的人。做伙自结，安尼因就会当做伙经历上帝的作为，因的活命就会做伙成长，就会一同来得到这个应允的地，成做因的产业。对所有以色列人来讲，这是对约书亚来讲，这是伊的决定；但是对所有以色列人来讲，这是因活命当中一个真关键的时刻，因敢是愿意
就是照着约书亚的吩咐来做。敢是真正愿意照着约书亚的吩咐，就是自觉因就会当经历上帝伫因活命当中奇妙的作为。所以，咱要去踏上即个毋捌行过的道路，咱一定爱做的代志，就是有比咱家己会当经历上帝伫咱当中奇妙的作为，有比上帝伫咱当中奇妙的作为。安尼，咱要怎样会当洗清气呢？提摩太后书第2章21节，保罗甲咱讲：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定会做贵重的器具，成做圣洁、合乎主的用、主的路用，有必行达用的善事。诗篇119篇第9节讲：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伊的行为呢？就是爱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咱要怎样会当洗清气？其实就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来行，遵行上帝的话，脱离卑贱的事，咱就会成做活命圣洁，咱就会成做圣洁的子民，持守活命的圣洁，和上帝的话语充满伫咱的活命，是咱会当继续经历上帝。甲咱活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互咱会当经历上帝伫咱活命当中行奇妙的神事。最后，我要分享的就是约书亚。其实约书亚伊即个人，那顶个月讲道当中，我嘛分享过。虽然约书亚世代是一个年轻的世代，但是约书亚伊本身其实是摩西世代的人。虽然约书亚世代是年轻的世代，但是约书亚伊本身是摩西世代的人。所以约书亚当伊咧带领以色列人的时阵，伊是安那？伊是将伊军队摩西的经验，并伊家己对上帝的认捌甲经历，会当转化。变做伊面对唔知影的挑战的时阵，伊会当怎样来运用这个智慧，并且做出最后的判断。当约书亚咧做出这个判断的时阵，咧发出这个命令的时阵，就是咧将伊家己的信用的经历传承给年轻一代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这是为着要互所有的人一同经历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约书亚伊所要做的代志，其实伊就是咧传承，伊就是咧传承，咧将伊对上帝的经历传承给刷落来，这个少年辈的这个以色列人，互这个少年的以色列人会当真正知影，咱要怎样对主来行，咱要怎样对主来行。安尼，咱就爱来思考，伫咱的教会当中，有啥物款的文化是咱会当传承，互咱的后一代呢？今仔日是学青主日，这代表咱爱来思考，为什么咱特别爱有这个学青主日？咱是爱知影，伫教会当中是所有每一个年龄拢有的一个群体。所以，伫即个群体当中，有年纪较大的，嘛有较少年的。但是，咱是生活做伙，咱嘛是共款，咱是做伙来军队上帝。安尼，伫咱的教会当中，咱有啥物款的文化，咱会当传承落去嘛？咱会当想看觅，伫咱的教会当中，有啥物款的文化，可能是敢若伫相亲团体当中。定咧安尼做，咱感觉真好。但是可能伫咱少年、咱学青团体，拢无安尼做。咱望会当讲咱会当来甲因分享，咱会当来彼此来分享讲其实上帝过去怎样带领阮，望恁未来嘛会当共款来经历上帝恩赐。这就是咱会当做的代志。咱对每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咱嘛爱来思考一件代志，
咱敢是嘛有捌对过去信仰的前辈的活命当中学习什么款会互咱活命成长的代志呢？当咱跟对上帝的道路，咱每一个人拢行无同款的道路，但是咱每一个人拢是彼此做伙同行天路，才会同伴。所以咱必须要规个教会做伙来行这条跟对上帝的道路。虽然这是一条毋捌行过的路，但是这是一条要互咱会当迈向这个突破，会当互咱信心坚固，会当互咱活命成长的这条得胜的道路。换咱的活命拢会当共款行伫其中，互咱信仰的旅程，毋是咱孤单一个人咧奋斗尔。互咱信仰的旅程，是会当规个教会做伙同行天路，同心朝找上帝，同心经历上帝伫咱教会当中所要行奇妙的神事。这时，咱同心来祈祷。这时，咱要请所有兄弟姊妹起立，咱要来祈祷。今仔日是学青主日，所以咱特别要为着青年的世代来祈祷。咱着为青年的世代为两方面来祈祷。第一，就是求上帝赐予这个青年有较无上帝的心，愿意将家己分别成做圣，献予上帝。伫咱的生活当中，就会经历上帝的大能，咱的活命会受上帝来提升，要委身成做主的门徒。第二个部分，咱爱求上帝来赐予每一个青年有乐意侍奉上帝的心志，毋通看轻家己的年轻，就爱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甲清洁顶面，拢得爱成做真美好的见证。这时，咱特别就爱为着咱青年的世代来祈祷，为着咱教会青年的世代来祈祷，嘛为着伫咱的厝内面。若是伫咱的厝内面，就有遮个青年，咱特别就爱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求上帝引带带领，互咱的教会、咱的家庭同齐经历上帝奇妙的引带。咱同心来祈祷，请。听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愿你引带带领，在阮活命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让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来仰望。这样热命阮，互阮的活命经历上帝你的引带，互阮的活命行伫上帝你的真理当中，互阮的活命着看到上帝你为阮所备办的道路。主啊，这是真正上帝你奇妙的心事，这是真正上帝你为阮所备办奇妙的听堂。主，阮来到你面前讲，上帝，愿你亲自赐福带领，互阮的心独独要来朝找你，独独要来学乐你，独独要来敬畏你，因为你是阮活命当中，因为你伫这个教会当中，你是阮的主，你是带头的，你是永远无改变的，你是要引带阮得胜的。主啊，互阮来到伫你面前，阮要来跟对你，阮要来朝找你，阮要同心同齐来经历上帝你奇妙的引带，因为你要伫阮当中行奇妙的心事。主啊，愿阮的心，愿阮的灵，降服伫你的面前讲，上帝啊，愿你亲自带领，特别为着青年的世代来祈祷，因为阮知影，伫青年的世代，伫这个世代当中，正拄着真侪对世界来的挑战，对黑暗权势来的挑战，对这个世界的潮流来的挑战。主啊，这挑战拢一直要甲这个青年带离开上帝你的道路。但是上帝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毋望搁较济用祈祷来守望这个青少年，用祈祷来守望。求你着亲自引带带领，互这个青少年会当行伫真道当中，会当伫教会当中着行认捌你，伫教会当中着经历上帝你的恩典，伫教会当中咱着同齐做伙，阮着看见上帝，伊伫教会当中要来兴起这个青年。
真做即个会当伫即个世代当中来做光做阳的青年，会当伫当中为你来发光，会当伫当中来显明上帝你的疼，显明上帝你的引传阳光上帝你名的这的青年。主啊，求你引传带领，互安乐性教会同齐行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我感谢你。听从阮的爸，阮的上帝，阮为着阮的教会安乐性教会来祈祷、来仰望，求你亲自来引传、来带领，互阮知影，阮所行的道路是上帝你所引出的道路，互阮知影，阮会当怎样伫即个世代、伫即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来认出这条路。主啊，虽然亲像圣经当中所讲的，虽然伫即个世代当中，即个幽暗掠砍即个土地，黑暗掠砍万民，但是耶和华上帝的光要来照亮即个世代。主啊，求你来引带、来带领，互你的教会，互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安乐性教会，会当看到即个世界的光。会当军队即个世界的光，嘛会当成做即个世界的光。互安乐性教会，无论是虾米款的年纪，当阮伫当中，当心来敲找你，来军队你，阮拢成做上帝你所使用大能的军队。伫即个世代当中，要来见证上帝你荣耀的名，要来为即个世代。来照光这个世代，来引带这个世代，就近你，来进入上帝你所必办阳光的道路当中。阮将阳光归乎你，将颂赞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请坐。这时，咱要今仔日。咱要来介绍今仔日新来的朋友吼，咱要首先欢迎这个黄金元兄弟，黄金元兄弟，咱拍婆啊欢迎，这是素儿姐所带来的朋友，咱欢迎。谢谢，请坐。好，我们再介绍谭以文姐妹，以文姐妹好，我们欢迎以文啊来到我们当中，谢谢。好 ，OK。好，接下来这个字怎么念？我不会念，志吗？志吗？好，张志佳，好，我们欢迎志佳，谢谢，谢谢。好，还有其他新来的兄弟姊妹吗？好，当咱等下散会了，当有一段时间，咱会当跟咱新来的这个兄弟姊妹伫当中有遮个美好的交陪甲分享，愿上帝亲自带领引带。只是咱着当心要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是咱对上帝引带咱的回应。咱会当用上帝来用奉献来军队上帝，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带领，用奉献来荣光上帝的名。只是请咱同齐起立，咱伫主的面前当心。咱要用诗歌来敬拜伊，来献上咱的奉献。我来追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我较无你的同在，求你加情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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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恩典做我冠冕。主，我
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较无你的同在，求你洁净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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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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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稳定罪我冠冕。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照着伊奇妙的计划来呼召你，甲伊同行，互你伫你的生活当中，更较侪经历上帝伊奇妙的引带，信心嘛更较坚定。愿主耶稣基督陪伴你行过人生每一天的道路。当你伫咧面对活命当中逐项挑战的时阵，伊要成做你随时的倚靠甲帮站。愿所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明白圣经的真理，互你更较清楚上帝奇妙的计划，认出上帝为你所拍开的道路，互你会当行伫其中，伫凡事上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个同在，特别嘛要甲你厝里的人三个同在，对他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各位兄弟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